呢次真係賴嘢哋，我俾人舉報哋。各位老細，事情個經過係咁嘅。前2日咧，我發咗個視頻，話要用500萬集橫浮到廣州19蚊搞，我個牌都已經打出嚟啦，平台個價格都已經放好啦，竟然俾舉報嘅。舉報嘅內容係粵餐城際巴士進行惡意低價競爭，用低於市場個價格損害市場其他經營者嘅利益，企圖通過低價競爭達到壟斷市場個行為。佢而家推出橫浮廣州大巴個價格為19蚊搞，嚴重低於市場正常個價格，俾其他經營者虧損，嗰種以本傷人個商業行為，請有關部門進行及時制止。各位老細，阿成已經盡力地，真係冇辦法，我哋就29蚊搞同小達巴士公平競爭。各位老細認為點樣？